涛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你说，猜一下嘛。橙子了？不会是中奖了吧？你真买彩票了？我有了，啥子？我有了，真的？真的呀。怎么了？你不高兴？不是。小狗，这个孩子不能要，绝对不能要，真的不能要！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去打掉他。你听我说，我们现在这个条件是养不了娃的，这件事你听我的，我做主。你再打。涛哥，你咋了？哎，还用问吗？这么晚回来，肯定是被柯姐赶出来了。你才被赶出来的呢！我是出来走走。你这个时间回来，无非是想让我们安慰你两句嘛。说吧，怎么了？我来安慰你。你嫂子也太不懂事了吧？什么情况？说呀。她有了。好事儿啊！哎，有命，随份子吧。哎，我就想问问你们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我不是说不要孩子，我是想说等以后有钱了，更有钱了再生嘛。那你怎么不等更有钱了再搬走呢？涛哥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你把他一个人扔家里，他肯定很难受。这样，你告诉我，柯姐怎么跟你说的？她说有了。那你怎么答的？我说现在打掉，等以后有条件了再生。你混蛋！你干嘛？柯姐说要不要这个孩子了吗？你凭什么单方面的就决定要扼杀这个生命？就算柯姐想生，就你现在这个条件，有个女人想给你生孩子，偷着乐吧你！偷着乐吧你！哎，又收拾衣服呢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次什么王涛、刘涛、李涛都没用了。嘿，哎呀，乖乖，你消气，有什么事好商量吗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不爱我，我不求你，我要回东北把孩子生下来。生下来以后，我告诉他，他爹早死了，而且是个怂包，怂死的。哎，刘空，这你就过分了哈！我哪里怂了？再说这是不是什么怂不怂的事嘛？再说，生孩子是你一个人的事吗？你起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吧。我就不尊重你，怎么样？阔，我的阔，你消气嘛。刚才，我太突然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当老汉儿，没有经验嘛。等我有经验了，我肯定不会这么气你。嘘。
生孩子的事嘛，一回生，二回熟嘛。那你同意生小孩？同意。不生气了啊？那你是想生个儿子还是女儿？啊，我喜欢女儿。我偏给你生个儿子。好啊，生儿子我也喜欢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儿子叫啥子？你来想。行，我来想，叫我来想。好疼痛啊！我老板那可是3料影帝，欧洲电影节影帝，北美电影节影帝，日本电影节影帝。是，这几年呢，所谓的人气有那么一丝丝的下滑，但是那是因为他的气质在这儿，所以没怎么接戏。看看这总统套，2万多一天，来了咱也别说住几天，直接包月。都别站着了，坐吧，随便坐。挺好的沙发，不做浪费。坐吧。你说你们让我老板去给你们直播带货，我这说不出口啊。您如果没跟老板说的话，我们应该不会坐在这儿吧？是。对于新鲜事物，它不是绝对的否定，但是你们记住了，那是因为它的范儿在这儿呢，你们必须得尊重这个范儿。别的先不说了，8个助理，3个司机，2个保姆，还有一个我，这些都是最基本费用啊。总之啊。得先把钱打到我这儿来。是这样的，既然呢是尝试新鲜事物，那这个风险得我们大家一起承担。至于这个钱嘛，怎么分都好商量，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们这边，让我们前期有那么大的资金风险，您说是吧？没得聊的。前期的费用确实是会紧张一些，但分红的话好商量。闹啥呢？跟我提钱儿是不是？我差钱儿吗？不是钱的事儿，这是尊严，这是立场。再跟你们强调一次，我老板那是3料影帝。知道，你老板参加过欧洲电影节，拿过影帝，在国内到处显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欧洲电影节是柏林、戛纳、威尼斯啊，日本电影节是横滨、大阪还是北海道啊？这路子我熟，人脉都还在呢。要不要给你老板凑齐一个7大洲4大洋的？价钱好商量，给你一个批发价，最低2万，最高50万。咱不求最好，只求最多，你自己挑。不好意思啊，被我搞黄了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感觉你挺厉害的。哥姐，我看你们2个是第一次来咱们酒店，这第一次来呀，可千万别吃亏了。咱们酒店呢有专门针对新人的服务，这个购买我们的金卡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买。姐，我看你们像生意人，这办了咱的金卡呀，不仅仅是有优惠，咱们呢还有一个金卡群，这就等于进入了高端人脉圈啊。像你们以后做生意啊，可就方便多了呢。小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经常出差的。哥哥，那没关系啊，咱们呀还有一个银卡服务，这个服务呢就适合你们这种出差不多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真不买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喂，咋了？我还想问你咋了呢？你500块分2半，你250一个，真的是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，活着没信心，死了没决心，不死不混你还闹心？你都多大了还游戏机啊？浑身贴膏药，你毛病还不少。哼，你是我弟，我就得给你买呀！瞅你就沾点水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海鲜了。露馅门帘子，全凭一张嘴，别给我撒娇啊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，还告咱妈呢！别跟我来这一套啊！水仙不开花，你装哪门子蒜呢？哼！他好像也挺厉害的。走了，不然又来找你推销了。然然，吃点水果来。好不好吃？哎呀，
我的宝贝女儿，你可真棒啊！300万的债务，不到2年就快还完了。你是最优秀的孩子。妈，要不是你背着我把房子进行多重抵押，我会那么被动吗？既往不咎，既往不咎啊！俗话说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女儿不计妈妈过。我没有怪你了，妈，坐下来吧。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，那段时间呢，是我自己太膨胀了，所以踩坑也是必然的。唉，还真的是多亏了小凯这孩子雪中送炭。要不是他及时出手啊，你妈现在说不定在监狱里坐着呢。哎，然然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跟小凯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我跟他没有发展，我们俩一直都是好朋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是不是瞎呀？啊，那么好的男人，你还跟他好朋友？哎，在爱情面前，你要勇于出手啊！你要学习你妈呀！是学习你，不是再分手，就是被分手的路上，是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都是我跟他们分的手，真有意思。再说了，我换那么多男朋友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没遇到过像小凯这么好的男人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认可他可不是因为他有钱啊。啊，我知道啊，你现在就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，恨不得我明天就去领证，对吧？对。但我跟你说妈，我们俩不是一类人，成长环境也不一样，在一起也不一定合适的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缺5000。你直接打电话跟我说不就行了？顺路嘛。好了，走了啊。等一下，够吗？那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儿，走了。好事儿。耶，涛哥，哪儿去呢？那个华哥的钱好久还？哎，老哥，都熟人熟事的，缓2天，缓2天嘛。 2天之后过2天，2天之后又过2天，你把我们当债就是啊！不得行，华哥的钱今天必须还。哎呀，毛哥，来，拿去喝茶。你这啥子？缓2天，缓2天，帮兄弟一把，啊，走了。哎，你这啥东西嘛？哎，我看了嘛，你一天没得钱，哎你一天买些这些东西，毛哥，啥子你？毛哥，哎呀，拿去吧，拿走。 哎呀啊！真以为老子不敢弄你啊？你个来真的是你！哎，华哥，快救我！哎呀啊！陈涛不错啊，身手还是那么好，是吧？宝哥，抱歉啊，手头有点紧，这钱我会还给你，一周就还给你。多少？1周？我的水！狗子喊你装过了关，狗子喊你钱不还，能虚狗子的。 黄哥，别打了！黄哥，我有钱！黄哥，我有钱！你停！黄哥，
误会，都误会。货款在这儿呢，你看，货款在这儿呢，拿着。我媳妇在你后面，剩下的钱1周后给你，行吗？货款已收到啊，两清，走。哎，华哥，他们又打我了对吧？你不得喊他长几个啤酒瓶子才走一条路噻？哎呀，你狗子的妈哟！涛哥，没事。疼吗？走，回去。然然，今天是你的农历生日，我差点忘了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过不来。好，没事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注意身体。然然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不再欠债，祝你还清债务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怎么还改歌词呀？应景呗。然然。不会啊，我小的时候过生日也经常唱这首歌。真的吗？嗯。我10岁生日之后，每次过生日我也听这歌。你父母呢？我爸在外面忙。那阿姨呢？我妈去看我爸，是不是真的在忙？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抱怨父母，不应该去抱怨一个人过生日，不应该去抱怨孤独。可能我有的已经很多了，因为我是富二代嘛。然然，我喜欢你。我之前一直没有敢跟你说，是因为我有点害怕。我害怕你没有还清债务，我害怕你心里有压力，我怕我说不好，而且我怕我说了之后，
你会不高兴。我怕你觉得我不认真。但是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。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，就像我以前真的不知道，我会这么爱你。我话说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李文凯，留下来吃蛋糕吧。吃啊。我没想到你在外面压力这么大。哎呀，我就说了嘛，我这死做生意欠3小账很正常。我也是上去，在我这外头，别人欠我更多好几倍。我要不是因为上次进的那批货进多了，等我卖完这批摩托车就没事了啊！哎，都不是。咋子嘛？因为我受的委屈太多了。但这孩子，哥，我知道你想要孩子。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你不自私，真的，你不自私。是我怕我们的孩子跟我一样穷。穷人家地方不好过。陈涛，明天陪我去医院吧。于小月，没事啊，别害怕。我在这等你啊。没事儿的，涛哥，放心吧。晚上带我去吃好吃的吧。好。那，你先说。饿吗？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，好吗？等我一会儿。好。进。林总，这是演员的资料，这是陆总让打印的公司财务报表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
好的。陆总这人可真有意思。身为投资人，给点压力也是对的。那些艺人我已经筛了一遍了，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现在的艺人啊，都很排斥直播，即便会来，也会漫天要价。公司的财务现在也非常紧张。可是我们自己的主播，粉丝也不够，播的也不够好啊。其实主播这个行业吧，还是靠天赋的。我倒是想，不如另辟蹊径，找一些有个人特色的、有天赋的来培训培训。来得及吗？你可只有1个月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没天赋的培训1年也没用，有天赋的1个月足够了。那个爱怼人的小姑娘，聪明。来，是吃水果呢，还是霸粥？水果吧。水果啊，好，那吃橙子呢？苹果呢？还是桃子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你说，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你跟我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你叫陈涛，在我心里，我们的孩子就叫小桃子。下一个刘珂。生下来。刘珂，嫁给我，老子娶你，把娃生下来，老子养。好不好？好。多想可以能再遇见，多想可以重演，多想可以再拥有那一天。可能的事，我一直在心里磨练。其实不必说我们之间，希望有天还能再遇见。灰暗的天空偶尔闪烁着深邃的眼眸，滑落的时候不知无情水流。最美是晴天彩虹环绕着世界，静静看着风筝蔚蓝天。多想可以能再遇见，多想可以重
后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，太傻看不见你的视线，是否还能再遇见？多想可以能再遇见，多想可以重演。来这做啥子？我带你来这儿看个东西，走。啊？看啥子啊？啥子时候见的？就那天那个事儿，我最后走的，就偷偷的来许了这个愿望。我会平安的，你们就是我的幸福。这字儿写的，随我。你是个猪吗？往里面放。哎，晓得喽，一天都晓得骂老子，做事情也骂老子。老子喜欢骂你，你有意见？哎，冉姐，冉冉，萱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成哥，过来帮一下吧，有点重呀。啊，哎姐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嗯，好，萱姐，有什么我能帮忙？帮我插花吧。好，我跟你们一起。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按照陈涛和刘克的要求，把食客呀布置了一下，举行他们的婚礼。今天没有其他宾客，就是我们这些好朋友们。现在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
陈涛大喜的日子。他和小柯这一路走来，真的挺不容易。我今天为你们开心。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遗憾，但只要两个人相爱，最后一定会幸福。行了，我也不说那么多。行了，那我说两句啊。第一，刘坤，她是我老婆了。第二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都给我喝好了，晓得不？晓得。第三，老子要当老汉喽！